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台北电器展览会今仔日开幕，有业者推出着声控的冷气，有这个冷气拍者拍甲剩一台33000块。另外买电视、买冰箱，若搭配着3杯罐，有袂少好康的。降低温度。用讲的就使控制温度要悬，也是要加这台声控的冷气伫展场，俗买2万块。天气这热，这个冷气嘛是真热门的商品。民众是电器店，当然想要抢好康的。要看人气，当然能够更优惠最好啊，应该是3000、5000这样子的优惠。这边冷气属3万3，适合小平数的家庭，也是开店使用。6月份的高温有超过38度的冷气，有够好卖。 大概上个月大概时销大概成长30%左右。配合3倍罐，买智能电视送你1万块现金。这个妈妈想要换冰箱，登录电器店官网会使摕2000块优惠券，加上业者推出的折扣会使替你省4000块。 在振兴店推出的时候，我们的所有经销商通路，还有我们的连锁通路，还会再有另外的优惠活动。疫情有靠回，那政府要提振经济，电器业者搁加码，要有消费者买得到就俗会到。